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6A 陳柏豪。其實都係忐忑嘅，始終喺考 DSE 嘅時候，個發揮都未如平時喺學校咁樣咁理想嘅。整體成績都比預期係差少少，但係都係接受到嘅。而當中最理想嘅係地理科，係攞到5星嘅成績。都係根據盧 Sir 嘅教學片段咁樣，盧 Sir 有 send 一段 YouTube 片，就教我哋提前一兩個月就喺 study leave 前就排好喺 study leave 期間要温嘅每一科，而我係 study leave 每日就温2科咁樣嘅。當中都有唔同嘅問題，例如成績都飄忽不定嘅，有陣時都係 throw pass paper， 但係每一次嘅成績都可能根據 cut off 都可能有低有高咁樣嘅。當中嗰陣時嘅心情就會比較差少少，但係都係有屋企人嘅支持咁樣，都係先可以克服呢個情緒上嘅困難。其實每一位堅老師都係好先培養到今日嘅我咁樣啦。而當中我最想感謝2位老師，第一位係釋浩 Sir， 雖然話釋浩 Sir 係冇教過我嘅，但係佢都幫過好多，例如係都會幫我申請好多獎學金，又或者係提供好多情緒輔助，先令到我有一個比較穩定嘅學習環境。而其次就係好想感謝邱遠清老師 Michelle 喺中4開始就已經鍛鍊我哋嘅一個心理嘅承受能力，所以喺我 DSE 前、DSE 期間同埋 DSE 後都相對個情緒波動都冇咁嚴重。雖然話會忐忑，但係都多謝 Michelle 嘅鍛鍊。